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係你哋嘅好朋友 Leon 啊。今期咧帶大家睇我哋一個千畝湖景國際花城4期一個98方嘅一個屋苑啊，3房單位。而家業主就掛2000蚊嗱，呢個就係我哋一個成個坦洲最市正嘅一個湖景啦，千畝湖景。呢個係一個人工湖嚟嘅嗱。今日睇呢套咧，就業主就啱啱搬走啫。裏邊嘅家私電器啊，基本上都齊全嘅，可以拎包入住都冇問題嘅。呢個總共咧就有5期開發嘅，今日睇嘅係一個4期。如果你最近咧都有關注國際花城呢邊嘅一個租樓嘅話咧，呢樣喺呢度俾大家個建議就係，如果你要租嘅話，就可以1、2、3期咧就可以先 pass， 因為咧1、2、3期咧遇到落雨天嘅話，佢會水浸會比較嚴重一啲，特別係3期。3期因為嗰邊嘅地勢會再低一啲，1、2期嘅話佢嘅水庫會滲水，所以咧我就唔係建議各位粉絲朋友會租1、2、3期嘅一個單位。如果租嘅話，就可以考慮我哋一個4期同5期，因為4期、5期咧佢交樓時間就比較遲嘅，就相對嚟講會比1、2期會比較新，設施咧都會比較新一啲，佢嘅排水系統啊都會比較好一啲嘅。所以我建議各位粉絲朋友，如果關注國際花城呢邊咧，就多關注4期同5期嘅一個租盤單位。嗱，4期咧下邊嘅商鋪咧就已經開齊嘅啦。1、2、3期咧下邊嘅商鋪啊、衣食住行啊，基本上都係已經齊晒嘅啦。你好似如果想去食嘅嘢多啲咧，就可以去到1期嗰邊。如果你想新一啲咧，有健身房啊，甚至我哋嘅一個牙科醫院啊嗰啲咧，就可以去到我哋4期嗰邊啦。喺我哋售樓部隔離咧，就有我哋一個超級市場啊，即係你平時買餸啊，又唔想去到市場啊，想近近地買餸啊、買生活用品啊，就可以去到我哋一個超市嗰度。好啦，今日介紹呢套屋苑咧，就係我哋98方嘅一個3房單位，業主就開價2000嘅。OK， 事不宜遲啦，我哋上去套房度睇睇啦。OK， 上到嚟屋苑呢度啊，呢套咧就係98個方嘅3房2個衞生間嘅，業主咧而家就掛2000蚊啦。嗱，呢套咧入門口呢度就係廚房嘅一個位置啦，廚房3件套啊，呢啲都係有嘅，跟住冰箱都係有埋配埋俾你啦。到時洗衫咧就喺呢邊一個生活陽台咧，到時有朋友過嚟就可以晾喺呢邊，就唔會話放喺主陽台又影響微觀。嗱，呢邊就係我哋一個餐廳嘅位，一張台4張凳都係標配嚟嘅。嗱，呢邊就係我哋一個鞋櫃啦，鞋櫃就係你到時可以移去前面嘅方位都可以。嗱，呢度就係我哋一個客廳嘅位，客廳 sofa 啊、茶几啊、電視櫃、電視都係有配埋俾你嘅。到我哋主陽台呢邊咧，主陽台就完全就係冇遮擋嘅，就可以望晒我哋成個坦洲都可以。前面咧就係我哋一個坦洲山公園嘅一個位置啦。呢條路一直去咧，就可以去到我哋一個坦洲嘅一個老市場、坦洲市場啦。揸車都係幾分鐘就可以去到啦。呢個視野真係非常之 OK， 完全冇遮擋，通風採光都係十分之好嘅。嗱，到我哋去到我哋休息區呢邊咧，休息區就係3間房嘅。嗱，首先到我哋一個乾濕分離一個衞生間啦，就呢啲基本上都係標配嚟嘅啦。嗱，跟住我哋第一間房呢度係1.5米嘅床，跟住配埋一個衣櫃。跟住到我哋對面一間細房就 double 床啫，就呢間房就冇衣櫃嘅，簡單一啲。嗱，呢邊就係我哋一個主人房帶一個套廁嘅。嗱，呢邊就係我哋一個1.8米嘅一個床，跟住仲有個衣櫃，呢啲都係有嘅，帶埋一個飄窗。嗱，呢套單位咧就業主之前自己住嘅，跟住而家搬咗出去。小區咧樓下咧就有我哋一個超市 supermarket 啊嗰啲，仲有健身房嘅。如果中意做 gym 嘅話，可以去到我哋4期樓下一個健身房可以健身都係冇問題嘅。呢邊咧生活配套都係相當方便，因為佢總共有5期開發，
入住嘅人就相當之多啊，所以佢嘅生活配套基本上都係全部已經開齊晒㗎啦，就滿足你嘅一個衣食住行。你甚至你坐車都係非常之方便，佢樓下咧就有我哋一個港直通巴士啦，或者坐我哋一個其他巴士可以去到我哋嘅珠海市區啊，或者有樓巴可以去到嘅港珠澳大橋，去到太子荃灣都係完全冇問題嘅。不過路程嘅話就相對嚟講會比一月香格里嗰邊會多10零20分鐘嘅一個時間喺度，因為佢路程擺喺度嘛，因為佢紅綠燈又會多一啲，所以佢嘅時間就會多一啲嘅。嗱，如果對呢套國際花城4期98方3房單位感興趣嘅話，可以聯繫Leon或者加我 WhatsApp， 我將詳細資料發俾你，或者我哋約個時間嚟實地睇下呢套單位都 OK。嗱，今期節目就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